哦，漫画也看，漫画，哎呀，我说过了，我也其实也长不大那种，像大孩子吧。对啊，什么小孩子做的什么漫画、什么动画片啊、什么游戏机啊，我都蛮喜欢玩。他那个小时候就换成那个打弹子啊，滚那个踢圈，他也玩过的，那个打弹子也打过的呀。就拿那个玻璃弹子，他今天赢了几个了，就开心了。什么打弹子啊，什么这个，以前好多这些东西，他都记忆犹新的。他跟我讲他以前是怎么玩的，到现在很想念那个时候。对啊，这也是我小时候一起跟我长大的东西，我不想去放弃它，我还想留着它。我家里还有很多什么变形金刚啊，什么东西，小时候玩的玩具啊，我都没扔掉，都保存在那。以后让那个再看看。